2026年4月26日復活期第4主日，福音，我是羊的門。恭讀聖若望福音10章1節至10節。那時候，耶穌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凡不由門進入羊棧，而由別處爬進去的，便是賊，是強盜；由門進去的，才是羊的牧人。看門的給他開門，羊聽從他的聲音，他按名字呼喚自己的羊，並引領他們出來。當他把羊放出來以後，就走在羊前面，羊也跟隨他，因為羊認得他的聲音。羊決不跟隨陌生人，反而逃避陌生人，因為羊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。耶穌給他們講了這個比喻，他們卻不明白他所講的是什麼。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我是羊的門。凡在我以前來的，都是賊和強盜，羊沒有聽從他們。我就是門，誰若經過我進來，必得安全，可以進，可以出，可以找到草場。賊來，無非是為偷竊、殺害、毀滅。我來，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，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。上主的話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凡不由門進入羊棧，而由別處爬進去的，便是賊，是強盜。由門進去的，才是看門的給他開門，羊聽從他的聲音。他按名字呼喚自己的羊，並引領他們出來。當他把羊放出來以後，就走在羊前面，羊也跟隨他，因為羊認得他的聲音。羊絕不跟隨陌生人，反而逃避陌生人，因為羊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只有耶穌才是真正帶我們去到天主那裡，給我們安全和生命的人。我們好像羊，需要有人帶路和保護。耶穌說自己是羊的門，意思是要真正認識天主，進入天主的羊棧，一定要經過他。其他不按耶穌的方式來帶領人的，好像賊和強盜，只會傷害人，不會帶來真正的生命。認識耶穌，跟隨他，我們的生命會變得更安全，更有方向，也更有真正的豐盛和喜樂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引領我們邁向天家，得與諸聖同樂，使我們這些弱小的羊群，安抵勇毅牧人的身邊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孟。